找着人了吗？你哭什么呀？奎姑姑呢？急死了！太保姑姑不肯通报王后传太医，还把奎姑姑给捆了。奎姑姑说太保姑姑是恶人，诚心要害死夫人。那有没有太医啊？没有太医了，没有人能救夫人。那怎么办？夫人，你先吃吃。快去永祥，去永祥找女医治。女医治。夫人，夫人。女医治，救命啊！米八子出事了！女医治，救命啊！女医治，救命啊！出事了！快！八子怎么样了？她晕过去了，去看看。药香，你们在后宫各处留意查找，看那个爱姑姑到底藏哪儿去了。是。去。大王，什么事？蜜月早产，腹痛不止，恐有生命之忧。照料他的女医也突然失踪，宫中恐怕是出事了。给寡人更衣。大王，快，寡人回宫去。是。夫人，你快醒醒啊！智姑姑在这儿呢，我跟慧儿也在这儿呢，我们都等着你把孩子生下来。夫人，快醒醒，快醒醒啊！夫人，夫人醒了。八子，智姑姑，恐怕这次我熬不过去了。净说胡话！你是少司命庇佑之人，少司命不会轻易放弃你，让你和孩子走的。夫人，快加快脚步！大王，微臣来迟了，请大王恕罪。啰嗦什么？人命关天，还不快进去？是，快！姑姑，大毛姑姑不好了！大毛姑姑不好了，大王回来了。刚刚有人看到大王带着人往米八子的住处去了，其他各宫的夫人也都赶来了，还有太医。嘿，小声点！大王怎么会知道消息的？谁给他通报的消息？谁还顾得了这些啊？大王回来了，再不叫醒王后，这可是谁都担待不起的大罪了。这事儿跟你们有何关系？跟王后更是没一点关联。我现在就去慢慢的叫醒王后，告诉她，米八子早产，大王回宫了。有什么事，你们全都推到我身上。像那芈月命再大，也逃不过今天这一劫去了。哎呦，姑姑啊，这可真怨不得我们呐！千万别怪罪我们啊！快姑姑，快姑姑！王后，
王后姗姗来迟，这一夜睡得可好？臣妾昨夜服了安神药，竟不知宫中出了大事。王后服了何等安神药？满宫人都被叫醒，唯有王后昏睡不醒。禀告大王，王后确是今日一早才知此事。今日公子当患病，王后照顾公子，一直不曾睡好，所以奴婢才给王后服了9息安神丸。奴婢揣度着，从阵痛到孩儿落地，总不至于立时3刻的，所以就没敢叫醒王后。是奴婢有罪，望大王不要责怪王后才是。芈月腹痛早产，指派给芈月的女医也失踪了。就算王后昏睡不醒，满宫人也都昏睡不醒吗？大王曾经说过，指派臣妾照顾芈八子。芈八子虽然没有住进长宁殿，但臣妾对芈八子仍有义务。臣妾失职，臣妾也难逃疏忽之咎，望大王恕罪。芈八子的侍女叫嚷的满宫都听见了，臣妾本有心过问，可是听说芈八子派给王后报信的姑姑被关押起来了，臣妾也就没敢再过问了。王后，啊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那魁姑出言不逊，吵闹纠缠，奴婢怕她惊醒了王后，所以就私自做主，暂时叫人绑了她。这么说，寡人的后宫不是由王后来执掌，倒是叫一个贱奴来执掌。大王，把这贱奴叫永巷县打20棍杖，待寡人理清了缘由，再做打算。大王，启禀大王，芈月怎样？芈八子情况只怕不好。芈八子属于热伤冲任，破血妄行，胎动不安，又因胎儿位置不正，对于即将临产的芈八子来说，凶多吉少。你说什么？凶多吉少？前几日，臣发现芈八子脉象有些异常，就专门用了续断、桑寄生、菟丝子、白术、黄芪等几味药，又对照顾芈月的爱姑姑打了招呼，让她细心照料，但是竟然毫无作用。待微臣问过爱姑姑，或许能略知一二。那爱姑早不知去向。你这个太医令是宫中的木头摆设。我跟你说，今日芈月没事也就罢了，若有差池，寡人便焚了你这个不中用的木头摆设。是，微臣已让女医治继续烧艾用针，不知是否能将胎位稍稍调整过来。把这个贱奴拖下去。大王，戴毛姑姑年事已高，做了糊涂事，是臣妾疏于管教，求大王宽恕姑姑，责罚臣妾吧。王后此刻才来引咎自责，是否太晚了？昨夜芈月生不如死，却无人照应，如今却齐齐地挤在这里凑热闹。除王后外，其他人给寡人都滚回宫去。是大王。要想把孩子生下来，只能靠他自己了。八子，醒醒，再努把劲儿！想想你娘亲，想想君亲，他们都是为你而去的呀。你身上是几条人的性命，是为他们活着，千万别放手，千万别松手啊，月啊！坚持住啊，娘亲，用力啊！好，夫人，好，用力啊！八子，用
怎么样？孩子胎位不正，臣用尽毕生所学，保一人性命还是可能的。请示大王，是保孩子，还是保母亲？当然要保。保母亲。自然是保母亲。是。你听见了吗？大王说要保住你，保住孩子的母亲。八子，不要管我，保孩子，保孩子。不，月儿，你使劲啊，坚持住啊！快拿些鹿茸和人参来，让八子含上。月儿，这不能生，就看他的命了。使劲，姑姑，给人家水拿来。月儿，拿水去。快拿水！快点去拿水！坚持住！用力呀！我快不行，不行！月儿，使劲啊！用力呀，月儿！坚持住，使劲啊！让米八子再撑一把力气，告诉女一志，他百会穴，快，一定要快！哎，大王，万万不可！你是金贵之躯，入产房将有血光之灾的。事到如今，寡人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大王，太晚就来不及了！大王，不能去啊！滚开！给我滚开！全都给我滚开！大王，滚开！大王，大义大会，您就是不顾着您自己，你也得顾着秦国的国运呐！大王！芈月，你这个小丫头，你不能死！你给我听着，你要给寡人活下去！寡人还要你去承明殿为寡人整理书简。寡人还要你陪寡人看着大秦一统天下。你听到了没有？你听到了没有？你听到了没有？醒了，女儿醒了。八子，使劲儿！坚持！听我的，吸气！1、2，八子，使劲儿！生了！糜八子生了一位公子，母子均安。